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9章8到17节。旧约圣经创世纪9章8到17节。和合圣经在第9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以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以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畜生、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以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了，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上帝说：“我以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彩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以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以你们和各样的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谁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以地上各物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以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的约的记号了。”以上，请本堂陈柏志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以神立下彩虹之约，以神立下彩虹之约。请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聚集在主你的教会，在你的圣殿来赞美敬拜你，同时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来继续向前面的日子来迈进。主，更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赐下你的智慧，赐下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得着教导，使我们更明白上帝你的爱和上帝你的真理。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请跟我们左右两边弟兄姐妹互道新年恭喜，并且祝福他新的一年有更多的丰盛。今天还是大年初4啊，那在过年的当中相信很多人返家过年，也在年节当中感受到这个新春的气氛。同时也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在教会当中更加格外的感到温暖和上帝的爱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与神立下彩虹之约，我想有2个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第一个目标是让我们要学习是牢记神的恩典，依靠神来超越环境的障碍。让我们学习在不管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永远记得神的恩典。而第二个学习是要相信神的应许，学习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困难。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相信什么？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的是神的应许，并且在神的应许当中，让我们一直保持正面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将今天这2个目标牢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在新的一年当中，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试炼，不管什么样的工作或是挑战，我们都能够顺利来度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创世纪在第9章的8到17节里面，在10节的经节当中，神不断的重复提到一个字，就是立约。我们一起说立约。神说要跟我们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并且这个约是有记号的。什么记号呢？在第13节说，就是虹。神要将虹放在云彩当中，而这就是虹所要立的记号。而这个记号呢，是要给谁看的呢？在经文当中，这个虹并不是给人看的，而这是虹是上帝他要提醒他自己，是每当神自己看见这虹的时候，他就要想起这约定。每当神他看见这虹的时候，他就要想起他跟人所立的永约。而这个约呢，是透过这个七彩的颜色
好，当然在这七彩颜色当中，好，不只是7个颜色，它可以更细分为更多的颜色。但是呢，今天我们在学习物理科学的时候，我们便知道这个红并不是只有在晕彩当中可以看见，甚至在任何的一个折射的光线的折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红的存在。而这个红就是存在这宇宙当中，存在天地之中，而这当中所代表就是上帝的约、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是永远存在。请跟我们左右弟兄姐妹说：上帝的恩典永远存在。阿们。上帝的恩典永远存在，而不是只有当下过雨之后彩虹出现，而是上帝的恩典，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时候，在什么样的艰难当中，上帝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如果当我们有人来问你说，在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你会如何来回答？如果有人向你问了这样一个题目，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18世纪，美国的一个有名的政治家叫做 Daniel Webster， 丹尼尔·韦布斯特，他说了一句话：在我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对神的信赖。在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房子，不是金钱，不是儿女，不是事业，不是我的功成名就。在我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信赖。不晓得在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否是对上帝信赖这一件事情？而什么是对上帝的信赖呢？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表达才表现出对上帝的信赖呢？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的思想到命运当中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19世纪，英国一位和齐克果同名的小说家叫做萨克莱。萨克莱他曾经写下一段这样的文字，他说：播种思想，收割行动；播种行动，收割习惯；播种习惯，收割品格；而播种品格，收割命运。我邀请大家把这4句话一起来读一次：播种思想，收割行动；播种行动，收割习惯；播种习惯，收割品格；播种品格，收割命运。从你第一个播种下去的，到你最后收割的命运，其这当中有许多的关联，而这影响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便是我们的品格。如果我们的品格成功，我们人生就成功；我们的品格失败，人生就失败，命运也跟着失败。但是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品格呢？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影响我们的品格。那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习惯呢？就是我们的行动或是我们的行为。那什么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以可以看见，思想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思想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思想是改变人生最小的单位，但却是最重要的元素。思想非常的重要，请跟你旁边人再说一次，思想非常的重要。你的思想是什么，你的行为就是什么。当你的行为是什么，就会让你的习惯是什么。当你有什么样的习惯，就会决定你的品格，最后来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人生。但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是负面的思想比正面的还多呢？根据调查，人的思想有80%都是被负面所占据。当你看见出太阳，你会先想到哇，今天天气好好。但是也有人会想到哇，今天是一个很热的一天。当你看见门外下雨了，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下雨了很麻烦，很不方便。当你看见前面在塞车，当你看见过年到处都是人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思想所跳出来、所蹦出来的都是负面的。我们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去保守，你没有刻意的去训练，80%你的第一个反应都会跑出负面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刻意的保守我们的思想成为正面的，我们的人生就会往负面来发展。所以箴言第4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什么？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而我们的心怎么去发出呢？就是要经过去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常常让我们的思想没有经过保守，而让我们的思想按着顺其自然负面的去发展，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向负面。在去年底的时候，有一则新闻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在基隆有一对夫妻，他们已经有了2个孩子，而他们怀了第3胎。但是当他们怀了第3胎的时候，这不是在他们计划当中，所以他们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而这对夫妻他就留下了20万现金在房间里面，然后夫妇2个人烧炭自杀，留下一对小孩子和这个在妈妈肚子当中还没有出生的婴儿。他们据邻居所了解，他们烧炭自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担心，认为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会造成他们的经济压力，会给他们家庭带来许多的重担，带来许多的艰难，所以他们觉得眼前没有看不见盼望，没有一点任何的喜乐，居然用这样烧炭自杀来结束他们的生命，但是把更大的痛苦留给这一对还不懂事的姐姐和弟弟。从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负面思想所引发出来的行动，而这行动却决定了一家5口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人生。在创世纪当中的第8章第21节，当上帝要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挪亚先从方舟出来之后，筑了一座坛，在这坛上献祭。当耶和华闻到这献祭的馨香之气之后，耶和华神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他不再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地，也不再按着耶和华才刚行的洪水来灭各样的活物。而在这当中，在第8章的21节有一个小小的括弧，这括弧里面写的这个字，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人从什么时候心里怀着恶念？从小时候。圣经里面神自己说，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心里怀着恶念。当然这恶念并不是生出来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一出生就被这负面的思想所占据，被这负面的思想跟着学习，而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行为。甚至创世纪再往前第6章的第5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到第6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当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为什么罪恶很大？因为他的思想都是负面的，他的思想都不是合上帝心意的，都跟他的祖先亚当夏娃一样，当他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眼睛明亮了，好像有智慧，可以像神一样分辨善跟恶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的都是恶，却渐渐的看不见那样的善，所以他们的思想所跑出来也都是负面的，渐渐思想当中就没有神的良善在他们里面。所以其实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而是他们思想先犯罪。他们思想犯罪，他们开始自我形象低落，所以用树叶来遮蔽自己的身体时候，他们就行动上就开始跟着犯罪，而渐渐的远离神，而离开了伊甸园，最后活在罪恶当中的世界，过着与罪恶打滚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人的思想的负面比正面的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是撒旦的诡计。魔鬼知道思想的重要性，只要将负面思想输入在人的心当中，将负面的思想输入在人的脑海当中，人很自然的就会走向灭亡，人很自然的就会走向绝望的道路。所以魔鬼根本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就可以来摧毁上帝的计划。所以他当然迫切盼望人的眼睛明亮，
当然迫切盼望人能够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当然迫切盼望人能够去分辨善跟恶。在圣经当中，新约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2节，这是讲到犹大他为什么出卖耶稣。13章第2节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犹大他要出卖耶稣，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行为，也是魔鬼把这样的心思放在人的心当中。所以撒旦一直用各样的诡计，把负面的思想放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来控制我们。如果当我们知道了人的80%的思想是负面的，并且人的负面思想比正面的多的时候，我们更要刻意的去好好的保守我们的思想，调整我们的心思，不可以放任自己的思想，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爱怎么气就怎么气，我要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我又没有说出来，你又不能告我，法官又不能定我的罪，我在我头脑里面作奸犯科又怎么样呢？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要用神的思想来取代负面的思想。我们一起说神的思想。我们要用神的思想、上帝的思想、上帝的话来取代负面的思想。什么是神的思想呢？神的思想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想到神的美善，不管我们喜怒哀乐，不管我们交通顺畅或是遇到塞车，不管我们身处东南西北，不管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美善的神就在我的身旁，良善的神就在我的身旁。请跟你旁边人说，美善的神就在你的身旁。美善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你的身旁，就在我的身旁。要常常做这样的思想，做这样的练习，让我们的心当中充满神的思想，学习神的同在，往神所要我们思想的正面的方向去思想。当我们思想神，而这负面的才会离去。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就是大卫他挑战歌利亚。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讲到了大卫与歌利亚这一段非常出名的故事。而在当中我要提醒几件事情，就是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来作战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用青铜器所铸造的武器在作战，但是非利士人他们已经研发出来用铁器制作的武器，比青铜器更坚硬更耐用。所以当他们要上场打仗比较武器的话，非利士人他们是赢的。同时双方的元帅，以色列的元帅是神所挑选出来的扫罗王，长得英俊英挺又英俊潇洒，但是对方非利士人他们所挑选出来的占领却是歌利亚。歌利亚块头高大，如果换算今天的尺寸，他的高有3公尺300公分，而他身上所穿的盔甲，那件盔甲脱下来就57公斤。同时他右手所拿那个矛的矛头，铁做的矛头，那个就重7公斤，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使用的武器。所以两方的领袖出来比一比，又是非利士人赢。而非利士人他们充满了得胜的信心，因为他们有了前面2个的数字证明，他们的武器精良，而且他们的领袖又长得高大又雄壮威武，所以他们直接跟以色列人叫嚣挑衅40天，他们充满了得胜的信心。相对的，以色列人他们充满了绝望的信心，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输，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他们一定会被杀戮。所以连他们的领袖扫罗王都已经放弃了那得胜的盼望。这就是他的信心，这就是他的思想。但是最后故事的整个逆转，却是因着一个年轻的大卫。这个大卫不过是个少年人，但是他却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信心，
就是相信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奉耶和华的名，相信上帝与他同在，并且他的思想里面就相信得良善的神、美善的神就在他的身旁，不论他做任何的事情，只要神与他同在，就会成功。所以他也充满了得胜的思想，不仅向他的哥哥、向他的家人这样子宣布，就算他来到扫罗王的面前，他也这样子宣布，甚至来到了战场上，在非利士人的这个的领袖歌利亚的面前，他也这样的宣布，今天他必定要得胜。这是他充满了得胜的思想，所以叫他毫无畏惧。而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叫人家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位神是真正的神，使他得胜的神。这就是大卫他能够胜过得胜的信心，因为他从他的思想开始发展出他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养成他的习惯，这习惯塑造他的品格，而这个品格决定了大卫他的命运，他的人生。所以从这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教导当中，我们来对照我们的生活，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是否为着眼前的环境恶劣，在我眼前这些环境没有问题难以克服，而感到挫败、感到灰心吗？是不是在过完年后，下礼拜要开工、要开学，你有很多的事情、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麻烦要去面对，而为了这些事情，你正感到挫败、感到灰心。我要让大家来看一段2分钟的影片，这段影片是一段非常感人的见证，但是因为它是报道、新闻报道，讲话的速度很快，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来听。接下来这一则人物故事要为您介绍一个因为意外变成了植物人的女孩。她不但奇迹般的苏醒，还努力克服身体的障碍，写了200多首诗。那么更令人感动的是，她为了想跟自己的妈妈沟通，特别学会了摩斯密码。后来她自导自演拍摄自己的故事，希望以亲身的经历来告诉大家，生命有多么美好。仰卧起坐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但对富华来说却是很辛苦。26岁的他，16年前因为一场火警，却养成了植物人。妈妈不断地跟他说话，4个月后奇迹式的苏醒，智商和听力正常，但视力和语言以及肢体都没能恢复。18岁时学会了摩斯密码，透过密码和嘴型就能和妈妈沟通。南屯国小那一个小朋友说你的好，200个密码，富华只花了5天的时间就背了起来。记忆力超强的他，光听电视的烹饪节目就能记下做菜的方法，教妈妈煮菜。他的姐姐说要带同学回家来，然后就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富华就自告奋勇跟妈妈说：“哎，来做鲑鱼派。”就开始跟妈妈拼音啊，鲑鱼要去皮去骨啊，然后还要洋葱啊、切丁啊、爆香。摩斯密码不仅可用口语传送，还可以透过电脑偷轻轻敲打感应器，就可以写了200多首的诗。富华甚至还当起了导演、编剧，自导自演自己的故事。未来他还想编舞台剧。有2个科和机7有趣的，写有趣的。富华以自己的意志力和妈妈的爱突破困难，乐观进取。就如同他所写的一首诗《蝴蝶》，身躯虽然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所在，我的心却是一只蝴蝶一样飞舞着。生命的意义就是去发现生命的真谛，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读大学、当作家，把爱传送到世上每个角落。记者陈小青、陈昌维，台中报道。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从公视有他的纪录片，或是在网络上也有他的很多的记载和分享。而今天他已经成为一个玛利亚文教基金会的大使了。在很多的学校，去到很多的国家，来做见证分享。他是因为10岁的时候，在家里面准备要庆祝母亲节的前一个晚上，家里面因为隔壁的小男生玩火，就整个他们家都变成火场，被烧掉。而他的姐姐陷入在那个重度昏迷当中，而这个富华被救出来的时候还很 OK。所以妈妈就一直为这个姐姐迫切的求医生来救她。结果这姐姐居然醒过来，可是富华却被疏忽，换她昏迷，而且昏迷了4个月。
昏迷4个月当中，医生一直宣判没有任何的得救的迹象，但是妈妈一直不放弃，一直到有一次4个月之后，弟弟他在这个富华的面前讲了一个笑话，讲了笑话之后，富华他突然脚趾头有反应，有反应之后，妈妈发现他不是植物人，他听得见，他有反应，他有意识，所以就开始用这样的方法跟他沟通，就像刚才这个新闻里面所报道的，他开始有了学习用摩斯密码，学习用注音拼音的方式来沟通，就这样很辛苦，一个字一个字，刚开始一个字可能要好几10分钟才能够拼出一个字，到今天他们母女俩的默契已经非常的好，1分钟可以沟通13个字到14个字。但是呢，这段见证所要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生命原本在人的思想，在人眼中来看是毫无希望，但是因为上帝的爱进入了这个家庭，这个妈妈信了耶稣，她的邻居带领她去教会信了耶稣，所以她就对神充满了信心，而她就回来跟她的女儿讲，妈妈信了耶稣，好吗？要为你祷告。就这个女主角富华，她跟她妈妈就是沟通，写给她妈妈说，妈妈，其实我早就信了耶稣，我17岁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上听见了耶稣，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我要信耶稣，就这样把这段讲出来。所以母女俩都在耶稣的带领之下，上帝的带领之下，他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活在困难之下，而是为上帝而活，而且越活越美好。所以在过年前那个礼拜，我们在埔里的谢伟营地邀请这对母女来见证分享的时候，所有的青少年，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的受到激励，受到感动，并且在场有200-300个人都写下了这张祝福的卡片，送给这对母女。因为你来祝福我们，我们要祝福你，把上帝的爱更多来赐给他，是一个非常甜蜜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如果知道富华的故事，知道他的成长的背景和经历，我们可以来思考，我们的环境的恶劣会比富华更恶劣吗？我们的困难会比富华所要面临的更困难吗？但是富华他没有放弃，他只有一个信念，他要为上帝而活，让人家知道上帝的美好。所以上帝就带领他改变他的思想，让他不看自己所缺乏的。甚至他妈妈在见证当中，他说他富华第一次能够自己拼出一句话的时候，能够自己拼音拼出一句话的时候，他那句话是什么呢？他写，妈妈，你不要再气那个小弟弟了，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就是放火烧掉他全家那个小弟弟，他告诉他妈妈第一句话，你不要再生他的气，因为他不是故意的。他妈妈很感动，因为他妈妈一直没有办法释怀，就是这个弟弟玩火，让他的女儿变成这样，让他家庭变成这样，让他的人生起了这样的大的改变。但是呢，富华也感动他妈妈，愿意饶恕，愿意放下。所以你看见撒旦怎么样掳掠一个人的心，但是上帝又怎么样释放人的心，让人的心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捆绑得到自由，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从黑白的进入到彩色彩虹的生命当中，因为这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所以我们更要来明白，我们每一个称为基督徒的，连富华他现在不过27岁，他都可以有这样的人生来为主而活。我们人生更应当比他更有能力，更有机会，而且更有可能为上帝而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基督徒的精神是什么？就是不论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认定神，不论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认定神。我们一起说一次，不论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认定神。圣经有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应许，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们的神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神。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定神。而我们的神，他本身就是一个 Almighty God， 凡事都能的神，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神，而且他是一个乐意赏赐能力、赏赐恩惠、赏赐信心给我们的慈爱神。所以我们只要学习像大卫，学习像富华，学习像挪亚，与神同行，
不管我们在遇到的环境的困难，不管我们所遭受到魔鬼的攻击，我们的思想再怎么样的负面，我们只要相信、认定神，相信美善的神现在就在我的旁边，就在我的心中，与我同在，与我同行，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喜乐来迎接每一天，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开怀的度过新的一年。所以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看到神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在当洪水来的时候，连续40昼夜的豪大雨，可能比这个澳洲的这个豪大雨，可能比这个在美国的暴风雪还要严重。但是在这个狂风暴雨的背后，神已经预备了阳光。人生的风浪也是如此，不管你的困难再高再巨大，但是背后有神的帮助。彩虹就是神应许的记号，是那永远的约定。世界再怎么样改变，只要在这地上存在的一天，你看见彩虹的一天，就代表上帝的约定没有改变。只要当你看见七彩的那一个时刻，就代表上帝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开我，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接下来在我们的周报当中，因为空格不多，但是我想让大家有几分钟的时间，1-2分钟的时间来思想这2个问题。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来探照，是不是为了让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需要做什么样的预备？你把它写下来。还有在我遇到绝望的时候，我怎么样继续保持正面的思想？你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或是一个约定，或是一个提醒，写在周报上面，或是写在你的笔记本上面，或是输入在你的手机当中，常常提醒自己，让神的应许要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怎么样，或是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如果我下一次又绝望了，我下一次又有负面思想跑出来了，我要怎么样去紧紧抓住正面的思想，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把它写下来，这会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所写的在心里面向神来做个祷告，做个祈求，或是在你的心中来宣告，求神把这样的思想今天就输入在你的思想里面，赶出所有负面的思想，把那些负面的、沮丧的、挫败的、担忧的思想通通赶出去，让神良善的、正面的、信实的、得胜的思想输入进来，让你的思想带出你的行为，带出你的习惯，带出你的品格，也带出你的命运和人生。当我们都写好之后，我们一起用这段祷告来向神决志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拯救我，领我到青草地上安歇。我相信你会赐给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带领我走最好的路。你是公义之主，我愿将一生完全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把今天的这个金句，利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读3次。罗马书4章21到22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盼望我们都全心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将那良善的思想、美好的思想，借着圣经记载下来，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我们也要在你面前立志，我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更新，求帮助我们输入合神心意的思想，把那些负面的话语、负面的思想从我们脑海当中来除去，并且塑造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心，像大卫、像富华一样，我们都能够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并且满心相信神你所应许的必定做成。每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我们也满心的相信神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美善的神，你就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的所做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你。神，你就要帮助我们，就要祝福我们，就要带领我们来胜过任何的环境的艰难和挑战。谢谢你，主，我们这时候要用用新的诫命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诫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